用 AI 幫你 plan 旅行究竟得唔得？今日我哋實測 Perplexity。我俾咗段 prompt 佢，10月10日中午到10月13晚走，住新宿，一家三口，要每日少過3個主景點，有親子友善，最後輸出表格，包括天氣、開放時間、門票同交通所需時間等等，好快就砌好咗4日3夜嘅行程表，逐日有上午、午餐、下午、晚餐、晚上，仲有餐廳建議、步行距離、每日預算同交通提示。plan 得算貼地嘅，第一日新宿去原宿同澀谷慢慢玩，一日主題樂園同動物園，其餘日子購物加室內文化館，節奏唔算太趕，小朋友都頂得順。表格裏邊有晒開放時間、票價、出發嘅路線同分鐘，仲寫埋落雨嘅後備方案，例如去 Teamlab、博物館、百貨等等，真係幾完善。我亦都叫咗佢核對表格嘅內容，所以每行都有已核對待確認嘅 label， 不過有啲走咗位。總結嚟講，Perplexity 用嚟起草旅行真係好快好方便，方向啱，但係最後都要記得 fact check 開放時間、門票、交通、天氣，記得都係要親自核實多次啊！想知道我點寫段 prompt？ 喺留言打東京 prompt， 我就會俾晒成段 prompt 嚟，咁你就可以即刻試下叫 AI 幫你計劃行程啦。